咱今仔日6年的上课爱注意听，因为老师今仔日要甲你教古诗吟唱。第一首呢，《枫桥夜泊》，这个作者吼就用心的吼，爱写这首诗，老师个人非常的介意。伫这个工会有一首歌叫做《月落》，这个伊的歌词的部分，和这首歌完全意境无共。老师先念互恁听，恁对老师念一遍，好唔好？好。恁第一班啊？6年9班。所有老师6年教10班，6年9班上届摇到，上届赞，对不对？对。真正水，恁的声音水，毋是尻川念大腿哦。哦，来，老师念，恁注意听哈。来，这个有人无咧注意听哦，目睭看倒位？看头前上古水的一位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古诗吟唱《枫桥夜泊》。你读无了？哦，我讲去，来，《枫桥夜泊》。枫桥夜泊。月落乌啼霜满天。月落乌啼霜满天。江枫渔火对秋眠。姑苏新归寒山寺，姑苏新归寒山寺。夜半钟声到乞舌，夜半钟声到乞舌。老师先用把声唱一遍互恁听，啊，等下对老师学哦，敢好？好。我到乌啼霜满天。姑苏新归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乞舌。来，即摆老师用着咱的迄个课文内底的迄个音乐吼，啊，恁对老师来唱看卖，敢好？老师先唱第一拍，吼，啊，恁爱点点啊用迄个耳孔对老师来学习无？哦。6年9班真正赞，咱安平的囡仔上届水上届赞，对不对？对。有够赞。老师愈来愈爱恁啊呢，要安怎？半暝拢想着恁呢，你敢有想老师？哦。有影无？多少心归。
清楚哦。来，准备，预备，开始。我老虎体送满天，江风有好对酒眠，歌颂心为寒山寺，夜半中心特别酸。再一遍。我老天送满天，江风有好对酒眠，歌颂心为寒山寺，夜半中心特别酸。哦，恁真正有够敖，老师是毋是拢有甲恁讲，随时咱来学台语对不对？对。